路边的迄个小姐，不知伫咧等啥人。我看伊行来行去，看到手表土拄啊开，越过来搁越过去，目睭拢无呢，予我感觉有啊趣味，想要看互详细。看我徛踮伊对面，头壳煞咧咧。我看伊头壳咧咧，又搁伫咧看手表。约束的时间不知已经过了有偌久，面油面手真歹看，无彩遐尼水，予我看到真可怜，想要问伊看卖。看我行去伊身边，目睭点大泪。请借问一位姑娘，不知伫咧等啥人？你敢是等候迄个无受约束的爱人？哪会予你等这久？实在不应该。我想不是个好东西，唔通甲伊往来。你若甲我做朋友，一切嘛拢好势。